繼續通識科系列報導，教育局估計今年9月有300個教師可能未受過訓練，就要開始教通識。黎婉穎帶大家睇下一個教開其他科嘅老師點樣轉型啊！老師早晨，請坐。教咗10幾年中文嘅黃仲華，近幾年兼教初中嘅生活教育科，呢科同高中通識有啲似，為佢轉型做通識老師鋪路。我哋揾咗2位資深通識老師觀課，睇下佢教成點。去接受一啲新嘅意見或者批評咯。如果唔係，我哋永遠都係坐喺度覺得我教嘅嘢咧係最 perfect 㗎啦。呢堂講青少年濫藥，用腦圖刺激學生思考，再分組討論老師設計嘅情景，跟住就要討論嘅咯噃，唔好自己做喎。最後用時事議題引發學生翻去寫一篇150字嘅文章。青少年如何抗衡現今的濫藥風氣，同諗一句勉勵自己抗拒濫藥誘惑嘅口號。觀課老師有咩評語呢？叫學生寫口號啦，即係深化咗佢嗰個課堂教學嘅。寫短嘅嘢其實都係難嘅，其實。咁呢個都係一個係有時我哋呢一科通識科，我哋有時都會用嘅技巧嚟嘅。喺通識科入邊咧，因為好多時我哋要求學生係將佢點諗嘢同埋喺內心世界分享嘅，要表達出嚟。咁如果老師同學生嘅關係係互相信任啊咁密切嘅話咧，已經係成功咗一半。多謝。不足方面，2位都覺得成堂只係講個人層面，分析唔夠多角度。社會方面嘅因素啦，或者個環境因素啦，或者文化嘅因素啦，喺新高中我哋都要求學生喺一個多元角度嘅思考分析㗎嘛。學生分組討論都唔係個個開口。咁你話佢諗咗啲咩？佢可以零㗎喎。例如個組長一定係要求從來未發言過同學係要講嘢。讚嘅、彈嘅都聽過，有咩啟發呢？如果有更加多呢啲機會咧，俾老師有呢個平台咧，將來大家呢一科咧就唔使唔識嘅，係通通都會識嘅啦，我哋啊。咁嚟緊9月，通識科會全面實施，全港需要2700個通識老師㗎。咁但係教育局就估計，當中有至少300個未接受訓練就要上馬。臨開學前，教育局會為佢哋搞30個鐘頭嘅濃縮課程。有線電視記者黎婉穎報導。通識科考試題目好多時冇對錯之分，我哋請作家陶傑試做通識卷，再俾教師批改。聽日會話你知佢攞到幾多分。